管山管山管山尖，也是迄落动物海内的鱼，这可能没有电。喂喂喂喂喂喂，喂喂喂，关山显明以大观音阳光，仁爱公益交存。所以这个所在看到迄个自然界，咱就是自然，就心生敬畏，因为这一切拢是上帝所创造的。第二节同款，即摆看到第三抓迄个空中飞鸟嘛，吟诗出声，逐工啾啾啾啾啾啾啾，伊嘛是伫遐咧吟诗出声，所以何妨咱敢有逐工吟诗来学老上帝呢？过来嘛是讲到大自然，花水草木青翠，芳花果子结水，一光照来，凉风吹来，空气伊大真爱。所以上帝实在是一个真大的上帝。总是这个作者 Bob Cook 这个人，伊是一个大概十项全能的人，伊是音乐家、文学家、学者、传道者，佫是运动员，所以伊因为伊伫细汉的时阵伊就各方面拢安尼多才多艺，所以伊安尼有用不完的精力安尼。总是伊厝里内底有病人，所以因老爸老母拢叫伊拢袂使出声，拢着爱点点安静，所以心内安尼去压抑甲足郁卒的到尾伊开始去读册了后，因为他天生的因为多才多艺，够具有领袖的气息所以只要一做啥物活动一吆喝，拢一大堆人安尼缀伊后壁行安尼所以呢，但是伊毋是敢若停伫咧自然界，山水啦、草木啦、飞水顶伫伊到遮转来伫即个社会，伊讲。我心学了上帝，天的分对一家，虽然歹代就是不好的事情，暂时强行，总是公义稳当的行，就是伫咧真安尼真歹真这个社会真黑暗的时阵，咱即摆的社会嘛是共款是即款的情况，总是伊伫遐甲咱提醒，咱犹原知影来感谢上帝。咱来倚靠上帝，因为上帝的公义稳当得胜，所以圣国领导队长哪准伫天一样，天下到尾合做一家，咱一切来荣光上帝所以咱做伙来唱第一节。
上帝拆弹赢过一切。我若无甲恁讲，咱今日要唱的迄个旋律，你会想到啥？倒一个旋律？上帝拆弹赢过一切。啊，总是今仔日毋是唱这个调，吼，咱换一个迄个旋律，吼。啊，这条是迄个查理斯卫斯理做，伊是一个英国人，总是到尾去到美国。啊，这个查理斯迄个卫斯理吼，因爸爸妈妈足侪囡仔，伊排行之8，吼。啊，伊是迄个 John Wesley 迄个小弟啦，吼。啊，所以吼，伊是会使讲伫个信息当面，不管作诗、作词、作曲，拢会使讲是信息内底，以量跟那个值来讲，拢是安尼上伟大的，所以伊做足侪迄个歌吼。好啊，咱来看即条吼，咱慢慢来唱第一节，因为词咱都就写，但是旋律吼甲无共款。诗歌吼，伫个是因查理斯卫斯理吼，伊实在是为着当时的英国的腐败的那个社会所写的一条歌词。啊，过去写的迄个英国的信息，拢是写上帝管宁啦，上帝大能啦，等等吼，总是讲到上帝的疼。即款的诗歌真少，所以诗歌得到真济的会众的欢喜，吼，所以大家真爱唱即条诗歌。咱来唱第二节来。全能救主，是我基督，主你王阳关心属，最理圣殿万的统领，阳光无垠，阳关心，我与亲主的赛天quân，是兄不容的同恩，眼观当下不落心娘，没有你完全美好。这条诗歌就在预表耶稣基督的降生，都这一切拢是因为疼的缘故。咱今日的练习到这。今日姊妹平安。今仔日是台南神学院的奉献主日，请大家关心奉献袋仔伫座位头前，请咱来关心甲奉献。即马咱用安静虔诚的心来开始咱今仔日的礼拜，请奏乐。
我的石盘，救赎我的主啊！愿我的嘴所讲的、心所想的，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。大家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18首，圣诗第18首，听起哩。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就是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日来受苦，定是第4摆葬，3日伫山中复活。全能的爸，上帝大兵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是信做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对赦免肉体国活，永远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大家用启应文第50篇来应答上帝的话。启应文50篇，至关上主的神临到我。替我去传好消息，互散赤人，宣布受掠的得到讨放，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，安慰所有悲哀的人，得释安悲哀的人，欢喜的油代替悲哀。因受称作公义的树，我要用信实甲因报赏。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。所有看起因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赐福的子民。大家来祈祷。请阮的天父上帝，愿来到你的面前，深深敬拜，学罗你的圣名。
伊是创造天地的主，是世代掌权的君王，是阮的保护者，也是阮随时的帮衬。因为阮知有你做阮的牧者，阮拢无欠缺。伫阮每一日的生活当中，真正会当感受到，亲像你互阮倒伫溪厝的草坡，互阮伫安静的水边，互阮明白啥物是极美好、水无比的恩典。你的恩典甲慈悲得头缀阮到一世人，我要对你献上感谢甲懊恼。请阮的主，阮伫你的恩典中，也看起家己的软弱甲失措做挂。阮骄傲自高，无遵行你的诫命。阮应该爱专心信靠你，却常常倚靠世间的聪明，袂记得爱掠头仰望你、求救你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的罪，求你甲阮创造清气的心，互阮的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。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互阮有过失的，帮助阮日日悔改归应你，互阮的性命渐渐变作你所欢喜的模样。主啊，阮即时要特别为着台湾即块土地来向你求，阮相信台湾是主你所疼惜、你祝福的所在。求主亲自保守带领，互台湾充满你的平安。伫国甲国的威胁当中，嘛无惊吓甲伤害。愿你的智慧引带阮的国家行伫公义的道路，帮助台湾社会合适、互相理解、有接纳，较少怨恨，较侪疼甲和解。特别，阮要求圣神降临运行伫即片土地，互搁较侪人愿意来认捌你。互福音的种子也伫台湾的每一个角落，恳求你听阮的祈祷，互台湾会当成做受你祝福的国度，做立当的见证。主，阮相信，主你若要行，求主疼惜，求圣神做工，改变搁较侪人的心，愿意归向你，互阮看见你的怜悯甲救恩临到台湾。阮也特别将阮即间有150年历史的教会交伫你的手中，求主亲自坚固你手所做的工，互阮的教会继续行伫你的旨意，做光做盐，做主的路用，行做合你心意的教会，也成做社区甲社会的祝福。主，愿你的名伫台湾称颂，愿你的旨意行伫即块土地，也求主的恩典。慈悲怜悯到伫阮每一个人的家庭生活，互阮因为你的荣光受到祝福，也成做别人的祝福。阮诚心拜列以上的祈祷，即时阮也要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同声吟。
教会来攻读上帝话，记载伫新约使徒行传第9章32节甲43节。台语汉语本圣经145页。使徒行传第9章32节。彼得骗行4方的时，就落去就近踮伫鲁台的圣徒，伫遐拄着一人名以尼雅，因为犯着半岁倒床8年。彼得甲伊讲：以尼雅，耶稣基督医好你啦，起来，你的袍仔家己整顿，伊连臂起来。伊若住伫鲁台甲沙伦的人看见伊，就归服主。第36节。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大比代，关于伊就是道家行好事甲真济满满。当时破病死，人洗伊的身尸下伫楼顶，女代就问约帕，学生听起彼得伫遐，就找2人去找伊，求讲，请来阮遮，毋通言钱。彼得就起身甲伊去，已经到。带伊上楼，正酒馆人徛伫彼得的身边咧吼，将道家甲因弟弟的事所做的衣服，互因看。彼得就教众人出去，跪落去祈祷，活转身向先师讲：大彼得起来，伊目睭刺开，看见彼得就起来坐。彼得伸手扶伊起来，叫遮的圣徒甲酒馆人入来。将国外的道家交互因，方约帕拢知，就有侪人信主。彼得伫约帕久久，甲一个翻配的师傅西门三角大。讲到踏破现地，江牧师请江牧师江志浩牧师来讲道。姊妹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，互我有机会会当来伫台南信仰医院奉献主日，来甲咱教会、甲咱大家斗阵来遮敬拜上帝。伫遮嘛，一方面要甲大家分享圣经的信息以外，嘛咧伫台南信仰医院的奉献主日中间，代表新乐院大家来请安。首先要请咱的同工为咱来放一部影片，这是台南信仰医院所准备的，请咱大家来观赏。
主来进步长，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真感谢伫遮来收看台南新人院的介绍。台南新人院对1869年创立到即摆已经100几年久。过去历任的院长、老师，同学伫即个所在拍拼，互咱看见台南新人院现在的即个状况。过去的一段时间，有遮的建筑物的整修，逐渐渐完成。过来教育部入完了后，新人院嘛有拄着真侪的挑战，总是有上帝带领，甲大家带导，拢会慢慢伫遐来解决，来向前来跑走。将来新人院依然有真侪事工，包括伫少子化中间的招生，以及其他的旧的建筑物的整修，甲其他的遮的校园的美化。拢需要咱关心，也毋望咱继续为着台南新人院关心、带导、甲奉献，愿上帝恩典，甲大家三甲伫地。新人院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即马受到教育部的这个核准，会当互人来报考这个教育部所立案的新人院的硕士班。毕业了后，会使颁发着内政部所颁的这个学位，所以嘛算是一个有跟上潮流的一个改变啦。愿上帝来祝福伊所设立的这个新人院，嘛咱。为着新人院来重新为着学校所做的努力，咱嘛来尽咱的一份的心力。无论是要关心带导，还是奉献支持，拢是要互上帝来欢喜的。嘛要互新人院有通搁造就搁一批搁一批的服侍工人。愿上帝互咱嘛有伫这个事工顶头有份来做这个事工。在做兄弟姊妹，请你注意一下，你的手部顶头有这个奉献袋啊无？你若看到这奉献袋啊吼，小等，若你若有感动，就将你的感动化成行动，来为着咱的新行业做这大大的支持。这是请咱参加来祈祷。万管您的上帝，阮的上主，阮感谢你，你的主爱永远伫地，你的信息直到万世代。阮因为你的恩典，会当伫罪恶中受到你的拯救。如今伫你的保守内底，阮通伫你的圣殿来听你流传万世的福音。这是你对阮的祝福，阮因为听，靠通来知影，你是恁永远的上主。若无上主你的慈爱，阮敢是沉沦伫永远黑暗的深渊，无通看到你的阳光。阮用安尼搁一摆大大来感谢你。亲爱上主，这是阮要恳求你，互阮专心伫你的圣道内底听你的道理，嘛要恭敬的来遵从你的教导。愿上主保守这个礼拜，互听的甲讲的。做伙伫你的面前，拢来受到造就。阮的恳求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。阿免。彼得是犹太人，伊嘛是一个掠鱼的。虽讲伊无读过真济的册，无亲像保罗安尼，但是彼得即时嘛是算是有出头天啊。伊除了会掠鱼以外，伊现在甲保罗同款，但是伫犹太人的基督徒的圈内底。团体内底，
伊开始有了伊的分量。比例来讲，可能互伊身边的犹太人真难想象啊！这个掠伊的人怎样会当有办法来惊神食？如果是以前，比利还未受到耶稣的呼召，现在比利会使做啥物？伊敢使甲伊家己兄弟，甲一寡工人，伫海边来掠鱼啊，掠后就来杀啥物来食。当比利伫使徒行传的记载内底，作家路加记录比利是一个真鼓力啊，真骨力啊，骨力伫传福音的人。路加描写着彼得，伊伫犹太地区沿海两个城市吕大甲约帕做了真明显的事工，嘛行了一寡神迹奇事啊。其中一个是医好一个叫做伊利亚半岁的查甫人，另外一个是彼得互一个叫做大比代，名叫做多加的女信徒，伫伊死以后，佫互伊佫重新活起来。并且彼得行了这段神迹以后，伊继续留伫约帕。伊也正做甲外邦人连接的一个桥梁啊！伫这以后，彼得甲哥尼流，即罗马的军官引带伊来信主。另外，路加福音第5章记载，耶稣用伊的权柄医好一个，互朋友对厝顶安怎降落来一个半岁的人，互这个人佫起来，还是会使行路。彼得伫《使徒行传》第3章记载的神迹讲，经文我拢有无？无啦，嘿啊！所以我互你伫拿撒勒耶稣的名，你起来行啦。最后咱知影彼得嘛是靠着耶稣，奉着耶稣的性命，互人起来行路的。伫路加福音第7章，有一人跟一个死人来，伊老母甲哥哥生这个囝。主所看见的林敏仪讲少年，我甲你讲起来，这死去的人佫安怎？伊佫活起来啊啦，伊佫煞讲话咧。耶稣互寡妇后生佫活起来，是互寡妇有亲人通挖苦。耶稣正做即个寡妇的一个帮衬者。同款的，当彼得医好女信徒多加的时阵，伊将正守寡的人拢留伫厝外。最后，彼得也借着伊伫多加来成做即阵基督徒的一个帮衬者。所以，彼得甲耶稣所行的神迹有小可共的所在，就是彼得所行的神迹的模样是军队着主耶稣的模式。伫耶稣的内底能力，伫即项的代志顶头，移转了互彼得啊。伫今个经文所带来意义，是要连接到更较头前的这部分。拄到行传第8章所讲到，腓力伊按照以索比亚总管银库的太监来外邦人来传福音的这个事件。伫后壁的第10章，线接写讲彼得进入一个外邦人哥尼流的厝里，伊进入一个外邦人的世界啊。伫这个经文内底，彼得到了2个充满外邦人在住的这个城市。城市内底的外邦人真侪拢做生意，嘛咧做着甲军官、甲军队有关的工作，也是伫遐做买卖啦。所以对传统的犹太人来看，看到若住伫这个所在的犹太人，因拢会有点不屑啦。住伫遮的犹太人，因为接触了外邦人，长久的影响下面，就渐渐的失去了犹太人应该遵守的。伫传统顶头的礼仪，也是应该有的行为啊。因就变做无犹太人的身份，嘛变做无犹太人的模样啊啦。对犹太人来讲，有啥物款的身份，就爱互家己会当活伫家己会当匹配的这个所在啊。对伫传统犹太人来讲，因袂互家己活伫无适合家己身份的这个所在，因为身为犹太人。犹太人的身份是一项真重要的代志，就甲性命同款是遮尔啊重要的事啊。但是伫今日经文，咱若注意看，伫上尾一节写啥物？大部分人拢毋知影写啥物啊。咱看到经文记载讲，彼得甲一个反皮的师傅西门斗阵大，
带几啊天哦，毋是带一下尔，来2点钟，现在就要离开，毋是。毋是早起，你早起10点起床，你就要切 out， 包款款就要出去，毋是。彼得是一个标准的犹太人，虽然伊已经信了耶稣，但是伊还阁是咧守着犹太人的传统的律法。伊毋是讲哦，信了耶稣就甲犹太教就一刀两断，毋是呢。伊嘛无因安尼就甲犹太人无关系。伊犹原阁守着犹太人传统的律法。但是想袂到，伊竟然去住伫什么人因兜？这互犹太人认为你是无清气啊！你是一个垃圾的人啊！伊甲这个反皮师傅斗阵住，跟大家认为不干净、不洁净的人，搁住伫因兜内底啦。亲像即款做着反皮师傅的职业的，互犹太人认为因甲外邦人同款，拢是无清气的。这种职业，互犹太人看做无清气，是因为啥物？因需要去摸着死去动物的尸体啦，借着这个鸟翼伫保存动物的尸体的这个过程中间，将动物的皮制作成做日常咧用的用品，还是茶啊？甚至圣经所写的皮革，嘛是动物的皮要剥出来做的嘛？有矛盾无？这圣经的经文是神圣的，对无？但是却是经过互人认为是无清气的人的手所制作出来呀。但是对伫这彼得来讲，伊并无因为死去，已经接触到死去的刀竿，也是甲这个职业是反皮师傅，甲伊斗阵住，伊就受到这个无清气的污染嘛。就算是互人看做无清气的，有时上帝无一定是安尼的认为哦。因为伫上帝人民内底，外邦人甲犹太人拢共款，会通领受福音所带来的一个好处啊。一切人所做的行为，也是大家咧讲清气，也是无清气的规定，都无应该称作主动传福音的一个阻碍啊。你嘛无应该用这来拒绝福音来传出去。咱会看到彼得所行的神迹，有查甫的，嘛有查某的。拄着行传的作者陆家特别记载，彼得这2个神迹是要对着正人来讲，福音是无分互专门互查甫人，还是互查某人啊。讲到这，就互牧师想起着以前参加过一间教会因的牧师的访问，因访问的牧师是一个女性的，因的小会成员有4位是女性的长老，甲一个保障名额的男性长老啦。我家己教会的进程嘛是拢有4位女性的长老，甲1个男性的长老，因拢共款真认真伫服侍上帝，嘛服侍到因年岁70退任为止啊。这就互我想起着以前我家己的母会，有一摆咧进行中职改选的时阵，有一个年长的男性会友，伊伫选举进程，伊就徛起来伫大家面前来真慎重讲一句话啦。咱的教会应该选男性来做长老、中职来领导咱的教会啊。伊一讲了以后，阮就开始选举。阮的中职中间有一半拢是女性来担任中职啊。其实上帝是照着意思在运行的，其实伊毋是照着人的气度，也是人的做法。有时一寡互咱感觉是恶心，还是讨厌的，也是你感觉看伊无顺眼，其实咱无比好较济伫倒位啦。咱所犯的罪，可能比因更较济，有时甚至是不相上下。但是咱却看轻因，认为咱较高贵，咱较文雅。其实咱的心是比因更较可怕。伫上帝眼光内底，咱甲所有人拢共款，拢犯罪，得罪上帝，危险上帝。所以，当你咧责备别人，你看轻别人的时阵，你先照倒马第一个。你先爱家己来反省咱家己。对作者陆家来讲，这一切的尊贵甲稳定，拢临在伫任何人的身上啊。上帝创造的拢是平等的，
只要是人类，拢是上帝所疼惜的。就亲像美国的非裔的美国人，以前在美国历史顶头，非裔的美国人因是啥物？黑奴、奴隶是次等人，坐公车爱坐伫倒位？爱坐伫后面啦，受到白种人的轻视。因若是想要读册，毋过这白种人会对因讲，黑人袂使甲因上同一间的学校啊，爱实行种族隔离的这个政策啊。但是后来呢 ，Michael Jackson NBA 篮球明星，美国总统啥物人？嘿，拢互人真欣赏因的才华，佮受到大家追星，甚至成做因的粉丝。伫历史上顶头错误，就是有权势也是压迫者，上爱用的一句话，就是讲，只要你甲我无共款，我就当对你有差别来对待你啊。敢讲只要是有差别，就应该遭受到无好的对待吗？你无共款时阵，敢毋是就应该用平等来对话吗？2000多年前，耶稣甲受压迫的人来斗阵，伊真爱去甲祭司、经学教师看做讨厌，无请个人甲伊交朋友啊。耶稣打破歧视，并且伊主张着任何族群都会当来亲近上帝啊。其实任何人、任何族群拢有上帝创造的奥妙啊，绝对毋是成为毋捌过解剖的人类所会当完全来参透这件事啊。伫上帝面前，搁爱谦卑，毋通凊彩将别人来分类啊。咱无这个权利，嘛毋是咱这基督徒应该做的事啊。咱该学习的是亲像主耶稣安尼，疼世间所有的人啊。因为上帝已经先疼咱啊，咱怎会当将伊对世间正人的慈悲疼痛，限制伫咱家己自私的这个决定内底？这个人会使听，迄个袂使听，这个唔该听，这个应该爱听，无应该是安尼。对伫许多行传的记录来看，彼得原本是偏向着犹太人的族群内底伫传扬主耶稣的福音。毋过伫遮，互咱看到彼得接触着一个死去的刀家，甲反皮师傅西门斗阵大。对彼得来讲，伊原本是活伫身为犹太人的传统内底。但是，伊因为主耶稣的缘故，愿意互耶稣来改变伊家己，来突破了他自己。有一个作家是张文亮，伊是台大教授，伊捌写过一篇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讲到有一群的基督徒的大学生，因去到特种行业的酒店，要揾到一寡的女性，对因来传福音啦。相信对咱基督徒来讲，咱可能连想嘛毋捌想过，要揾到这种的对象。用因来传福音，对大部分基督徒来讲，咱只要用着一般的人，想要加要用着一般人来传福音，咱就有困难无？哦，你拢袂困难哦。你到尾讲要用着这种对象，在这种工作环境来用因传福音，迄实在是更是不敢，对不对？承认吧。对着别人来问咱信仰的时阵，你拢会讲啥物？去问张乐啦，张老师在不在？对咱来讲，这就是咱的限制，敢毋是？咱着真难去开嘴啊！啊，无就讲啊，你会使问阮牧师啦，会使甲伊解答较清楚啦。对咱一般人的开口很难开口了，怎么有办法对这样的朋友来传福音呢？作者张文亮伊继续讲，有一个来开门的小姐，看到这群大学生，就问讲：你要创啥？小朋友，回家读书来这里干什么？这群大学生就应讲，阮是某某大学的基督徒学生，我们来这个所在来你来传福音啦。对于这群在遮工作的人来讲，传福音一个真生疏又个陌生的一句话。对因来讲，因无办法理解传福音是要创啥？食饭。这个学生继续讲，因为耶稣基督是救主。会当赦免咱的罪，赐予咱有新的性命，有标准无？传福音是不是常讲这句话？等伊较讲到一半，马上就一个妈妈桑的女性就讲：啊，阮伫遮10几年啊啦吼，啊无人来问啥物传啥物福音啊？
啊，恁敢知这什么所在？恁知影无？什么所在？哦，酒店哦，花花公子来的地方对哦。这个学生中间带头囡仔讲啊，这是一个，哎，这是准备讲酒店嘛，好像有点不太好意思，唔敢讲出嘴。这是一个需要福音的地方。对于这带头的学生来讲，伊一时嘛唔知影爱用啥物较文雅的词来形容这个所在啊。反倒当时这阵查某人，伊就真轻松讲哦，阮这个酒店咧。啊，你知影，阮这拢是做种特种行业啊。但是对伫这阵基督徒来讲，因即时唯一会当对因讲的是讲，这是一个需要福音的一个所在啊。因大家拢非常的紧张，因为即时因唔知影要搁继续讲啥物话较好啊。结果就有人话处理的人讲来哦，大家拢出来哦，有人要来跟咱来传福音吗？恁就紧出来哦。没有偌久的几个查某人按房间一一的出来到前面的这个客厅，每个都浓妆艳抹，踩着高跟鞋，这样子慢慢的就走过来了。因逐拢坐伫客厅的沙发顶头，要看到这阵大学生要现在要变啥物放互因看啦。常常伫窗仔边，唔知当时客满了，连隔壁嘛要来看热闹的人。真侪头拢理着小平头，身上都怎么样？因窝伫窗仔边，看恁小蛋被冲死。能人来看这群学生能够做出什么事情？对这群大学生来讲，因起码无办法专心来离开这个所在啊。对着这个带头的学生来讲，伊即时刚发现到，伊亲像一个囡仔人驶着一台拖拉库驶入去菜市仔内底，啊，即马是要安怎来离开啊？你拢有去菜市仔买菜吧？你若看到一台车驶入去内底时阵，你会安怎？无代志驶，你来创啥？啊，若驶一台拖拉库咧，变面啊！一顶戆戆的羊啊，行你家己的人群内底。就一般的人眼光来看，认为讲啊，还蛮好啦，互即阵囡仔学一个经验嘛好嘛，敢毋是？后摆就袂互家己陷落伫即个困境内底啊嘛。对于即阵学生，毋知影佮过来要如何时阵，张文亮教授伊讲，主耶稣伸出伊的双手来掌管了这一切。耶稣要互即阵热心想要传福音的囡仔，互即个。恶的势力、歹的势力来威胁着耶稣伊家己的囡仔，这是信心大大的帮助这的囡仔，互因有勇气将福音单张一张一张的传互。这个大学生佫继续讲啊，希望恁有机会会当来教会来听上帝话，来认识着主耶稣基督。当伫讲福音单张安尼一张一张分开。问候因以后就是讲啊，那是不是就可以离开了？我们传福音不都这样吗？哎，耶稣爱你，啊，他拿了之后就怎么样？上帝祝福你，啊，就有下一个，对不对？咱当然安尼做嘛，是不是？结果有一个年岁较大的欧巴桑，就讲，少年的，袂使随走，留落来。因都讲要传福音互阮听，我即时你遮随讲互阮听嘛。你要讲什么福音呢？就阮来传福音吧。一时之间，这大学生唔知影要怎来应对，因真意外啊！就亲像咱发福音单张，那些人讲，那你发福音单张给我，那你跟我讲福音吧。我牧师在哪里？带头学生完全无想到讲，因会提出安尼的要求。你要听阮讲福音哦，阿姨。需要信息的帮展一，伊马上就一挂经文出现伫伊脑海。以弗所书2章第8节说：“因为恁对恩典得到救，是对信，这也毋是出自恁本身，是上帝所赏赐的。”当因伫讲即句经文的时阵，就无话讲，你们要用讲台语啊，因为我这是台语场，所以我讲台语，无囡仔拢是讲华语啦，还是用台，恁来讲台语讲互我听。当场嘛人讲少年人，恁讲的就讲较慢的，讲较清楚的。
互阮听较有诶。毋知即阵的囡仔哪来的胆子，竟然对边仔即个李光小平头的导标讲去帮我摕笔甲纸来，我来用画甲写，互恁看较清楚诶。即个人就紧摕迄个笔甲纸互因，因就伫桌仔客厅的迄个桌仔顶头来写画一个十字架，甲讲为什物主要所伫十字架顶头，这十字架对大家意义又阁是啥物？将主要所钉伫十字架顶头对人的意义，用半生不熟的台语，对即群人讲互因较明白，较清楚。想袂到，就愈来愈侪人专心来听，原本要看好伊的人嘛，专心伫听因讲啥物。结束以后，竟然有一个学生讲：“那我们来做节日祷告吧。”结果大家拢也毋点的，对因来讲，因本来想讲是若节日祷告可能嘛无人要缀阮节日祷告，结果在场所有人拢缀因举手啦。伫节日祷告的时阵，有个人目屎伊就流落来，因来到遮侪所在遮尔久啊，无人来关心伊，嘛无人来看重因的需要，目屎就安尼滚了下来。后来学生要离开这个所在的时阵，原本站伫门口的这个保镖就拢是安怎站两排。这个学生就搁转去另外一间的酒店，一间去因来传福音，将福音单张发给他们。每一间的欢迎拢无共款，有的爱因唱子玉学的歌，耶稣听我，继续。圣歌最棒。因为有人细汉时阵，伊捌去过主日学，因就缀因斗阵来唱。有的是真认真问学生福音的代志，为什么耶稣需要钉十架？为什么耶稣要来救我？有的是安安静静的坐在边啊，将学生分好因的福音单张的仔细甲收好，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，他还要再拿去给别人看。兄弟姊妹，对伫即阵基督徒的大学生来讲，基本上因是甲这酒店上班的这女性，还是这个人，是生活伫无共款平行的世界啊。但是对伫信仰层面来看，就亲像初代教会这样信徒安尼，因总是爱面对着主要所在面对接触的人啊。咱看到主要所伫传福音的时阵，伊的对象是啥物人？伊的对象真多是互犹太人无愿意接触的人啊。耶稣接触的真多，拢是互认为是无清气的。接触大麻风病人、半衰的人、青梅人、互贵妇心、撒玛利亚的妇人人啊，拢一直显明，想要军队的主要所有人是无办法互家己保持伫自身清气的世界啊。若是要军队的主要所，咱就无办法甲这个世界无关系啊。更加无办法用着独善其身的心态在看这个世界，在看身边的所有的人。因为耶稣伊选择进入这个世界悲惨，毋是逃离开这个世界的困苦啊。基督教对初代教会时代到一直咱这个时代，应该毋是会将名声、富贵、好业、成功连做伙的信仰啊，这毋是咱信仰一个强调的事啊。基督教应该是传主耶稣，伊是一直甲弱势的人、受伤害的人、受委屈的、受到无公义对待的人，咱甲因做伙，主耶稣嘛是甲因做伙。但是伫传主耶稣基督教的福音信仰的人，有时无将主耶稣上真实的迄面清清楚楚、血淋淋的讲甲互咱会惊啦。大家拢讲好诶。无人愿意讲到军队的主耶稣会拄到啥物艰难辛苦的事啊！咱应该是爱真实来面对着伫圣经内底对耶稣的记载啊。迄个较艰苦的人做伙的主，咱真少甲伊讲甲真清楚啊。尤其是咧苦难的这部分，主耶稣期待咱会当进入伫伊的世界，来看卖伫咱身边的世界，咱的环境。
咱的主耶稣伊嘛希望咱会当跟对着伊进入伫咱家己的世界，去感受身边的环境，去了解这个世界遐受苦的人。因为耶稣还搁咧世上的时阵，就做了上好的示范。伊甲什么人斗阵？耶稣甲啥人斗阵？各位门徒们，耶稣都跟谁在一起？啊，你唔知影耶稣甲啥人斗阵咯？耶稣拢甲罪人散起来，甲因做伙，嘛甲心内破病的人甲因做伙。咱需要去真实接触到，咱毋是搁伫活伫家己世界啊！拍开咱的目睭，拍开咱耳孔，拍开咱的心，去感受到咱身边所发生的代志，毋是伫疯狂的。这个角度比较漂亮，美肌开大一点。无你就伫发现动啊，无伫遐刷抖音，伫遐看有诶无诶，无伫喙顶头不断的建立的串文，为着要蹭流量来满足自己啊。毋是伫 IG 还是 FB 顶头拢写一寡风花雪月、无病呻吟、有头无尾的事啦，那这是真久的一句话。其实你心内眼巴巴的期待别人甲你安怎？爱心，有无？那讲你很棒啊！其实，咱毋知你咧讲啥物啊，就生气较讲啊。而是咱敢想要这专情在虚幻的电动还是手游内底，我们投注在大量时间在这个手机上面。基督徒的生命、信仰的生命，其实也有真多机会等待咱去传上帝福音呢。这世界不是美好，这世界从来不是公义的，这世界环境处处受到迫害，这世界嘛离开上帝当初创造的美好，这呢远啊！这是主耶稣爱咱来专心用心来看的世界啊！那你姊妹对彼得来讲，伊犹太人的身份，伫犹太人世界受到看重的，但是伫主耶稣所讲的上帝角度来看，这款犹太人价值是远远的不达得到新鲜啦。彼得愿意互家己亲像主耶稣所教导安尼，去接近已经死去倒甲这无清气的，看做人无看做清气的皮革匠西门，甲伊斗阵大。这阵大学生愿意去到完全是甲因生活是无共款背景。价值观的人内底，伊就因来传福音。因伫心惊惊的这个过程中间，凭着对着主耶稣的信，做着可能是咱一世人拢毋敢去做的代志。这一切对伫咱这基督徒来讲，会当带予咱什么款的反省跟反思无？张文亮教授讲，福音是这个世间的人得到永生的唯一的管道。这里的亲像葡萄枝爱接伫葡萄树上面，任何人在传福音的时候，要将自己的信心远远的跟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。如果若是无安尼深袂摇动的结连，传的人会苦答，听的人无办法得到生命的光啦。咱毋通讲你小可了解一寡经文，你会当传福音的。无牧师读3年、读7年的读假。有按基督内底领受的怜悯甲慈爱伫咱身上，这确是真正要传福音的一个关键，确是拍开限制咱的一个锁匙。毋知咱每一个人对着家己限制是啥物，咱敢知影？主要说拍家己上帝的身份，甲彼得破除着伊犹太人的身份，来甲互人认为是无清气人做伙。主要说甲彼得会安尼做，是因为伫疼的内底，因愿意拍破家己的限制。你听的内底限制，较有通受到超越，有通受到讲喙啊。主耶稣甲彼得会安尼做，因为因愿意拍破限制。兄弟姊妹，伫咱的身边，咱看起有需要咱帮衬的人无？伫咱的生活中间，有互咱看作卑微、不堪、犯罪的人吗？如果咱刚刚是用着自我限制眼光伫看因。咱家人讲，主耶稣甲彼得，因所做所行的，伫咱自我的限制内底，咱也无受到拍破。主耶稣甲彼得做了这个事，
咱搁伫做咱家己活伫家己的环境内底，家己的范围内底。敢讲咱对伫主耶稣的道理，犹原搁是认为迄是甲隔壁迄个人讲的，甲迄个人讲，毋是甲我咧讲的。愿主耶稣的话的故事帮助咱，透过今日经文，彼得对家己打破家己的限制，咱受到鼓励。当咱无主耶稣临来伫咱的心中的时阵，咱就无办法伫即个限制中间，入去甲受人轻视、受人欺负、受人苦楚、受到人用阶级意识来对待人，咱无办法进入伫因的中间啦。更较无可能甲因做伙，咱来去扶持着因，嘛无办法来甲主耶稣做伙来对抗，受到主耶稣一起打击的那个恶啊。愿上帝赐下互人仁爱心伫咱的心中，因为当咱打破限制，遵循着主耶稣的教导时阵，咱就通互伊的荣耀搁一摆显现伫众人的面前。请大家来祈祷。若是阮愿意拍开阮自我的限制，阮就通得到上主你的乐。必定愿意互主耶稣。必定愿意伫主耶稣的教导下面，行出对上帝你的呼召。愿上主互阮决意的心，看见伫这个世间，主要阮凡赞的人的呼求。互阮毋是心公硬的人，互阮愿意为着主耶稣基督打破阮的限制，通进入伫主耶稣基督宽阔仁爱的世界，搁较来得到上主你对阮的欢喜甲接纳。我嘛要恳求上主，互阮伫即个台南圣乐院的奉献主日内底。遮尔有意义的日子，打破阮对家己的限制，愿意对阮主内的新乐院，伫圣神的同工下面，阮的感动无来消失，互阮有份付出阮的气力，努力来持守着对因的关心的安尼机会，互阮用阮做会到的方式，用大道以及奉献，共同来成就上帝国度的福音事工。愿上帝帮助阮，阮的恳求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。免。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句，咱做伙来读2摆。听上帝，也着听伊的兄弟，这是咱对伊所受的命令。约翰1书第4章21节。听上帝，也着听伊的兄弟，这是咱对伊所受的命令。约翰1书第4章21节。请大家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。圣诗121首。圣诗120。
谢奉献，请赖宜佳执事、王恩信执事、陈秀娥执事来负责奉献。消息报告，正掀开邮报第89页。今仔日是台南新学医的奉献主日，欢迎江志浩牧师来讲道请安。多谢江牧师请兄弟关心甲奉献。牧区消息，沙本里牧区伫今仔日下晡12点半要举办幼儿甲儿童组的联合心思座谈加参加。牧师继续介绍其他的人甲补充报告。好，咱伫周报有闹到，咱过来即个拜三，咱是有常年团契聚会，请吴世元牧师见证分享，所以兄弟姊妹即个拜三会当来教会聚会。好，即时咱做伙来讲道，来为着集体，为着遮个事工，为着世界来祈祷。互大圣咱为着世界、台湾甲各地宣教师，嘛为着咱教会遮个宣教事工、建堂事工。为着大院的公基姐、发明县长老、陈其雄长老来祈祷，咱嘛为着身躯欠安的金芬姐，因为骹疼的缘故，所以拢伫厝里疗养。咱恳求主医治帮赞，嘛为着郭元兄、道明兄、雨婷、佑春节、林顺长老、方梅姐、丁友兄、明珠姐、阿卡姐、俊成兄、伊利、素梅姐、明理姐、阿菊姐、郭元兄来祈祷。咱开喙，嘛为着今仔日台南新学院的需要来祈祷，咱做伙来祈祷。
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今仔日会当做伙组织伫遮来敬拜。主恳求你帮助阮兄弟姊妹，互阮会当透过敬拜得到搁较侪快乐，帮助阮会当转去阮的生活内面做好的见证。阮也要为着阮兄弟姊妹身躯欠安尼来祈祷，无论伫病院的公鸡姐、蔡长老、陈长老，也是你处理疗养的遮兄弟姊妹，主恳求你用一一来看顾因的需要，保障因身躯的软弱，互因会紧紧恢复健康，会当紧紧转去处理，也是紧紧会当来得到完全的医好。主恳求你帮助，也享受快乐，互遮的家庭帮助因会当陪伴因厝内患病的人。主也恳求你来固守阮的教会，无论阮的遮的事工，无论是教会内部的遮的事工，也是对外宣教的事工，恳求主你拢来看顾，互阮所做的拢会当来互众人来得到帮助，也为着阮的建堂来祈祷，恳求你继续来看顾阮，互阮同心合意做伙来行起主你的圣工。阮也为着各地的宣教师来祈祷，恳求你看顾遮宣教师，互因有够业的体力、智慧来面对因所宣教的遮个所在。主，阮也要为着台湾世界的处境来祈祷。阮看见真侪乱象，拢毋是上帝你所欢喜的。恳求主你着帮助，互阮会当用祈祷，继续不断祈祷，将遮个所在有饥荒、战乱、创伤极悬的所在的人，会当为着因不断的祈祷，恳求你来看顾。今仔日也是男神的主日，恳求你也固守即间学校，补足因的需要。透过众兄弟姊妹的关心、大道奉献，来行起主你上帝国的工人。主，阮将兄弟姊妹过来的一个礼拜交伫主你的手里，恳求你会当来看顾阮。因为天气变来变去，有的兄弟姊妹身躯无爽快，就恳求你会当来看顾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是来吟圣诗，圣诗390首，圣诗390首，吟诗了，吟诗邀请咱牧师祝祷，请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疼痛，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的无尽。阿门。